这叫目前人前到一公，坤到一公。班开始向无极老母行3公里前到一公，再1公，3公，坤到1公，再1公，3公。恭请目前人慈悲前到1公，坤到1公。请坐下。目前人晚安。天班然后太近是不能跟老李来了这个时间上特别是这个一班可能由于咱这个这这个不会是我的做菩萨摩诃萨并不是仪式这段跟你们进行已经大约有一段时间做这个事，因为要了解金刚经伊本身的本理，你要了解伊金刚经伊一寡东西伊咧讲的是个假的，伊的意见对这个部分，咱要先去慢慢清楚，来要讲金刚经来较方便去了解。不可能因为咱同学问题咱头个人看法，过去咱有参与一寡这个研发过去他们注解做成这个综合来讲做报告，咱同学呢因为个人一寡家己看法，所以呢咱同学报告会想到对报告会一个所在，因为这个物件是海带正坏的物件尤其呢这个代谢坏的物件，毋是咱想象中这个一般这个问题，代谢坏，咱讲的叫做生成的这个反应，你生成的物件有千差万别，分做代谢，分做中性，分做小性。天然性，咱讲国家就是热道的体当中这个头前3千道这个天然性那当然，因为咱今日要讲以前咱有那是过去咱进前来练一遍，咱对咱同学后壁咱来练一遍安尼佛告释菩提，佛告释菩提。诸菩萨摩诃薩，應如是行學其心，所謂一切眾生之類，若亂心，若開心，若攝心，若化心，若有色，若無色，若有相。若無相，若非有相，非無相。我該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多智。如是滅多無量無數無邊眾生。是無眾生得滅多者。可以講，諸菩提，若菩薩有魔相，
因上，天上，众生上，众生上，寿者上，寿者上，即非菩萨。即非菩萨。这部分呢是一部经，而且第三分啦吼，第三分的宣文全文啦吼，这个部分咱符合进行一个重要的经部经，伊本身这部经典，伊有两个问题，是师傅题，咱问咱温和应主，温和行提升，重点是咱问这两个问题，但是伊当然。伊师傅题讲的物件，是因为内体1256户，因是个法会上内底当中真济人，但是师傅题是解决题，当然伊照着这个因缘，让对伊，人讲当机吼，问出吼，这父亲这同修QQQ大家通了解。因为这个问题当中呢，因为各个师傅题，因这段话咱是清楚，咱嘛讲甲诚清楚。因为要讲到后个这段，伫头前，咱简单再来甲介绍一下。各个师傅题，因为当然，那以佛经传，直接咧对内底做一个恶事吼，拢叫做过，就是讲我甲你讲。但是呢，内底下底人要侵犯，叫做别不言，师傅题别不言，来讲师傅题，伊要甲要侵犯，也叫做别不言，这两种不同的这个流程啦吼。因为各个师傅题，这个师傅题，咱较早甲咱介绍诚清楚啦吼，有三个流数，一个叫做空性，一个叫做成结。一个叫做显变啦吼，这个故事咱进行甲咱做介绍，这边都把它描述。诸菩萨、摩诃萨、诸菩萨，叫做一般顶的菩萨、地地菩萨啦吼。摩诃萨就是叫做大菩萨的意思，这是进行咱依照这个菩萨甲摩诃萨，伊的这个差别，甲咱分析。因为无论是菩萨位内底当中到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这叫做清净地。那伊当时伊不能解释叫做菩萨，叫做地地菩萨。毋过呢，第七地、七地、八地、九地，由地底开始，迄叫做摩诃萨。什么叫做摩诃萨呢？摩诃萨叫做大菩萨，摩诃萨叫做大菩萨。菩萨、摩诃萨，佛陀对着这边1260人这边的发大诚心的人，甲因称讲叫做菩萨你这大菩萨差不多这个意思啦吼。参照咱今仔日对着咱各位菩萨，各位同修菩萨，咱安尼称呼，咱咱讲面当中就是讲对咱。修办在内底当中啦吼，伊佛陀对这弟子的内底当中的一个诚心，恁今仔日要修就要修成这个菩萨甲摩诃萨，这边的这姊妹啦吼。但是你这个问题，有咧问我两个问题，迄阵当时师傅在咧问我两个问题，这个玉贤主贤女里。发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温和应诸，温和行无提心。发无上正定正觉即地菩萨摩诃萨，简讲的，要出安住真心，要出降伏的这个伤心啦吼。当然，咱嘛知影讲，到菩萨，到大菩萨，这个意境啦。这毋是一般顶，这个修士啦吼，这个用义地，义地菩萨来当中咱这个心，若行无袂好势，若安住袂好势，若安一心就菩萨、摩诃萨，较有可能。所以，伊师傅题，恁问我这两个问题，温和应诸，温
温和较无医生这两个问题，包括少点这个问题，还能做成解说。例如，今日伊这个书，你今日这个菩萨菩萨，但是要安怎呢？就是应如是项目医生第一个部分，因为你问我第一个温和应付，第二个部分你问我温和较医生，但是我对第二个问题先甲你解说。那这些问题，你要问我安怎项目，我就用直接甲你解说，应如是项目医生。但是当然，咱讲啊，这个部分内底当中啦，咱有阵时啊，咱会了解讲，当时佛陀用这个如是伊的囝这个所在，我过去捌讲，如是有分做3种，一种叫做应顺，一种叫做法旨，啊，一种叫做显理。这两个3个问题，不过因为过去，这个佛陀千多年来。真济法师，真济修士，甲解说正富如是的这个这个用处，是正侪人解说。因为你们用这些甲解说这个如是甲解说，实是讲袂了，讲袂清。因此我过去捌讲，咱用3个方式，一个叫做法旨。法的指示，什么叫做法的指示？就参照讲《金刚经》第28分内底当中，所谓的如来有法眼，如是世尊如来有法眼，那叫做法旨。迄句叫如来有天眼法，所谓的如来有这个天眼，迄个如是该叫法旨。法的指向，不过因为今日这个袂使用叫做法旨，还叫做信顺。信顺就我相信你佛陀所讲的这个道理，这个叫做信顺。我绝对对佛陀你讲的道理我袂怀疑，这个叫做信顺。但是这段话，咱袂使用这两个来解说，用这两个来解说袂合。应如是伊说，即个叫做显理。咱叫做显理，当然过去我讲过，迄个如就是叫做实相法界，甲观照法界，那叫做实，就是讲叫做文理法界。或者解说，迄个如是，就是咧讲三法界道理。迄个如是，实相，因为《金刚经》有第4分，伊有尾啊有所谓。菩萨按应如所告出，咱就了解讲，你要成就菩萨，你若要进入迄个如，你这个袂当成就菩萨，因为如就讲到对实相的物件，你有一个如不动如为实相，但是你有实相法界了后，但是产生一个叫做观照法界，什么叫观照？观照就咱一般去讲叫做智慧，咱就讲就是安。但是你有一个自性，会参照太阳，但是你有太阳光，迄是同一个物件。我过去嘛常咧强调一句话：明心见性是一个物件，明心见性毋是两个物件。所以咱毋通听到明心见性、见性明心，咱就分做两个。其实迄是同一个物件，一个物件就衍生出来的物件。你大家解说物件。那安尼就一定把这个本理解说到事实的物件，因为迄是一个应缘法，跟一个对应法来调好。所以呢，应如是，迄个是就爱感觉，爱讲叫做文理法界。什么叫做文理法界？圣人讲的道理是绝对，伊因为嗰个智慧所讲出来，大概是2587年，无什么人。会当个改变伊一个问题，若要甲解说起来，伊这本经典的内底当中，接受人肯定，绝对无因为这个有一的内底当中，这个佛陀讲这无事实，所以佛陀答我是真理者，是
者，是如意者，是不公义者，我嘛是不义者。我是真心来讲，迄个诗或者解释叫做对。安尼当中的意义，是安怎用着如是，较无用着如安就好。因为毕竟，迄个如是，迄个如是叫做空性，迄个如是叫做空性，迄个如是无物件，无法度用着即个相来去看着迄物件，嘛是袂当讲。虽然讲言语多端，色会自变，迄个自色，迄个物件，毋是会当互你用什么物件，用声音，用文字，用什么物件去甲做一个代表，所以佛教上叫做空色，叫做空。但是伫迄个空的内底有一个妙有灵内底，有一个实有灵内底，迄个空毋是完全空的物件，毋是这个道理。所以作者要学佛经，到尾变成啊断地空，就参照我即位去大约，去大约的当中啦，有一个叫做圣，伊个叫教授啦，伊当时即个全省个黎明大学，伊就来开课。但是我听讲，伊叫做过不是，伊过午不食就对啦，但过午不食内底当中有一日。咱传传电道，即个传来求道，传来求道内底当中，伊是想讲，我当时无我嘛有做生意啊，我规模不实啊，甚至我嘛是一个教授啊，伫伊的思量内底当中，应该伊是感觉，伊是真悬的学位啦，较真悬的地位啦，这是因为我咧想啦，伊我咧讲是我可能我安尼想啦，所以你个求道。伊向日金刚经甲我讲一句啦，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啦。这是金刚经的如理实现，如理实现本内底当中地分内底一段话。伊就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凡所有相的物件，拢虚而不实，妄不真啦。所以呢，伊个叫就安尼听一句话出来。我就想讲，你这人。要学佛经啊，但是我则甲讲王教授王教授，你袂使听讲这段话。如果你若讲这段话，可能金刚经佛陀当时的讲到后面去，迄叫做啦，迄万变空气转无去。但是在后壁那个头落去，欲见主相非相即件话，即句话头落去，你袂使甲读迄句，人你甲读迄句了后，怎做啊？什么嘛拢无啊，嘛拢袂当当时安尼，所以遐我讲，欲见主相非相，即个应该爱点三点，但是伊金刚经内底当中，因为欲见主相非相即件出来，规个拢拖落来，所以要捌一句啦，若是捌三地道理啦，三地道学，其实你听一句话就会大概说了。讲欲见主相，什么叫做主相？主相叫一切相。叫做自我相，嘛人叫做凡所有相，嘛所有相主相，咱讲万法一切法诸法拢共一个物件，欲见主相非相，那一切法拢是空的，一切法非相，安尼咱来解释就是安尼。其实即句话来解释，缘起成空，缘起无我，因缘所生发的物件。是当时龙树菩萨咧讲，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一假名，一名一真实。这是若是捌三地道理，基本上即段话你解袂开，解袂开。所以我讲，欲见主相，叫做有；非相叫做空。但是空有本体的道理，但产生第三义出来呢，即件如来呢？我当时讲，马蹄，即个马蹄真系假，你讲假吗？你讲假吗？无假我来读二手来看下，假假。你讲真的嘛？即个马蹄都是换去。敢是安尼？我请问你讲真的甲假？若假，你像我读看，正好读看，看你爱叫。若假，若真的呢？
伊就有上啊，嘛是大海去啊。所以这个道理咱要了解。实相，这个空性，如是，迄个事是表象，但是表象内底，这个属因缘生活，这个相的内底当中，你袂使讲讲错无，你讲无就对哦。哦，过去圣人讲是会讲，哦，迄阵当时啊，一个什么叫，一个什么叫法师讲是会啊，玉帝佛心意啊，观世界因缘啊，因缘玉智，伊是主将啊，玉帝佛心意啊，你若要了解佛性，玉帝佛心意啊，观世界因缘啊。观世界因缘，因缘玉智，以理主将啊。基本上咧，佛性的第一道理，佛性的第一，观世界因缘，什么叫世界因缘？理本，迄个枝叶樱花，咱讲叫萨库拉。迄个萨库拉，进行伫世界，伊会规作来配合你看。你今年看日本的萨库拉，伊这个樱花有规作来配合你看。世界的因缘无够，所以因缘无够，配就配。咱嘛知枝叶樱花，伊樱花的花蕊，嘛是对这个气干内底生出来的物件。但是伊时间无够，你三十啊花咧，花迄花有美丽内底有无？你无。不过时间若到了后，伊迄个叶爆出来了后，伊的花就生出来。世界就观世界因缘，因缘，因就是原因，缘就是因出来，对不对？因缘玉智，因缘若到，依理主将，玉智依理主将，迄个依理就是迄个枝叶樱花的花蕊，伊就开发出水来你看。咱各位，咱有一个自相对不对？这个自相比你们这个拉铁对，敢是？咱今见到法律方式，因为你有依理主将，你有因缘有结果，你有一个摸透着法的实相位，你是马上摸透。但是不对啊，自性理性理无法解，法律无法解嘛。咱当时就讲，不就不解，不就不是啦。伊本来的付出，迄个自性理内底，是安怎做你袂做过？当你袂做，因为你的时间袂到，是安尼时间袂到，因为你的物，你的梦，物理还不够，你咱摸会出来，咱想袂到，咱摸出来，咱摸袂出来。敢是迄个问题，敢是咱无迄个问题，伊有迄个问题吗？敢佛伊有具备佛性，咱无具备佛性吗？咱佛得就讲啊，大家相信，苦有如来智慧佛性，但因梦想这叫智慧的境界。佛得来讲啊，大家相信苦有如来智慧的相。甲你讲的，你有一个如来法性，另外一个如来法性。但是咱的如来法性，咱太未生出来，咱来生众生心，咱才未生出来。因为你的因缘不是，你的因缘不是。你什么因？你叫气变苦，你叫无六变，你有这个看点，因为这样会无变。所以因为你的因缘。就方因缘，你的因缘是个善，所以咱今日这讲话内底当中，大家讲，咱有具备一个如来的佛性，
但是你有这个佛性了后，咱进般就用着咱的佛性来做代志。那应该讲，如是看无其心，如是，你今日会当用这两字用，这个用的解释讲，你应该嘛面对着看无其心，你个面应着看无其心，你用如是这个物件。啊，如是这个物件，就我这个解释，这个如就是叫做思想法者，甲分量法者。这个是就是咧叫做文化者，咱叫做生佛一如无解释，啊叫做如是。啊，这个如是来讲就较简单咧，你有一个清净无染的心，应该你要用一个清净无染的心来合你的心。简单讲着，你袂使用着一个妄想，袂使执着的心，你用妄想执着的心来合其心，你就袂当合。啊！你今日你迄个有心，你个清净的心流出来，你免那好其心。就我想说比，咱如果到内底阿弥陀，是毋是？有理会哪些活动，较袂阿弥陀？因为会阿弥陀的比如讲，咱今日无一定正法，而咱懵懵懂懂咧想法，是安怎讲？因为咱无了解清法，所以咱乐意。懵懵懂懂做，啊懵懵懂懂做，来到这个世间内底当中，换一个解释讲，你修清明道，啊亿万民众嘛，啊相对多啊，啊你清明咧修清明道，啊行到去会袂起，因为你怎你无清楚，但是因为书包在问佛道内底，要安怎学无想，咱学着安住真心，伊来讲，你要用着你真正。真正清净无染的心，安怎行落去？我过去捌比喻，电灯泡有旺无？有旺嘛？电灯管有旺无？电管人看咧就惨笑，咱电力无明理，啊无明理，咱心会谈得不安。今日这人会看咧，你要入来，你会惊惊袂？今日落倒啊！无当你讲，无当你会做主宰，对不对？啊，你若本来结果倒你入来，会惊惊袂？会惊到无倒袂？这比喻咱应该听的。咱家己有一个妄想执着的心，你来想到，你想清的到，你家己会发现。我想这个敢是真正，啊，敢袂当超现实法律，敢袂当安怎？你会想做这物件，是安怎？你妄想，妄就是这个妄想，你我来讲这个妄想，这个妄不真啊，啊想不实啊。但是讲这个妄想这个妄叫做不真啊，妄想啊，妄不真，啊想，你伫不真内底想法在心，叫做不信嘛，那叫做妄想。啊，你伫不真不实的物件内底执着，你执着着不真不实的物件，执着了，这个执着或者是叫执着了。咱伫修行都想这个物件，所以我讲，你有一个如来地位必须，但是你妄想就不真。不信内底当中在执着，执着的，咱就讲地方爆起来。所以咧，过去常咧讲一句，咱台湾人讲，人食老拢会退化，我讲古时个，啊食愈老是愈古时。食愈老古时个叫有定性，你会知影。咁我讲有定性，咱人食愈老。有定性是物件，啥反，反袂煞。啊，你会知你咧转，想，什么变过？你突然进入内底，你第七性跟进入内底变化方面物件。所以那是古人都讲，若坐就哈，若困就困袂去，安尼变吼。啊，所以呢，迄就是妄想一种，倒来是困袂去，啊，这就哈去。啊，人生就是
过着较想法，较想过去，敢是安尼？这就叫做固执。所以人固执就是叫做妄想执着。若妄想执着，就代表咱的自信中无清气嘛，无清净嘛。你无清净、无清气，你要行无？你这心行袂行。你要做菩萨哦，你要做佛大师，你要做菩萨。你要靠做菩萨，你度众生哦。你若听众生一句话，你无答应，你会受气的。你个条我无听。好，一句话，你若无答应，你个听。安做菩萨，好当然听来听，不建议你以来讲做这物件。你若话人较久，你听伊，我会好一个做安尼讲。我毋是我，大家都是安尼。每一句话你若甲听伊，你会活得足艰苦。然后你听伊了，你会无，你会伫咧想这物件。你无实的物件，你伫咧想这物件；你想的人，你当你伫咧烦恼这物件。你过得好过一点，变成想过去，倒来这个你看，对不对？你的心有清气无？你要做菩萨咯，你要做菩萨，你度众生哦，众生一句话你就倒啊，你要做菩萨，你无可能做菩萨，所以伊后壁讲。即句话内底解说咧，你听我啦。你因为你是我地，我告诉你讲，你要做菩萨，要做大菩萨，你爱用的清净无染的本心去探望着你这真心。咱讲的后壁咱讲，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是咧讲这些物件。后壁这个物件啦，咱同我睇个吧。这是我的。这是咱我照来解释的，这种解释的今年，这我有需要多点在一起众生之这里面一切众生之类，有温馨，有开心，有心心，有化心，有有色，有无色，有有相，有无相，有非有相，非无相，莫该定一为一环，二灭多智。这句话就是讲一口气念到这个所。这句话，所有一切众生具有观心、有爱心、有心心、有化心、有有心、有无心、有有相、有无相、有非有相、非无相，我该定一为一环，二灭多智。到这，这个一口气一念，这段一口气一念，我这说，这个是的完全所有一切众生之类，那么这是一个所谓民俗啊，所三界所谓民俗的讲者，欲界、色界、无色界，所谓民俗，拢包括了所有一切众生之类的内底对啦。这是下面咧讲的一个，下面咧讲的一个名啊，有关心，这是一个别名啊，上面是总名。这句话，这句话，这句话叫做总名，总名词。下底的说明就是讲，有关心有，这叫做啦，这叫做别名，这叫做别名，别上名就对啦。这拢叫涵盖内底众生，这就是一项，该来讲的。所以，伊就来讲有这个有关心，用就是这种的概念，较属这种的名啦这概念是哪？当然，无论先人知影啦第三个嘛，咱的道理就是安怎嘛？先人动物，如鸭啦、鸡啦、鸟啊这种会生，这种影响即嘛，咱人去专心啊！三界多种是讲咱人专心哦。你问看这物件要出世人食，鸡要出世人食，咱人出世好食，咱是无这个道理。
这道理就讲，所有血气、有生命，大家爱互相尊重。因为我无奈，我前世人毋知安修，我转世做鸡啊、做鸭啊、做鸟啊、做生两个去，安尼吼。所以这嘛是种，其实咱人嘛是所有众生之类，咱人嘛是原来是所有众生之类呢。你问讲咱人有啥物特殊呢？其实若要甲讲起，咱人来做人体呢，咱人的灵啊，包括合理啊、小小即份理啊，嘛是，伊嘛是共类的呢。安尼对吼，这是因为一个别名，或咱人，咱人的头壳好，就是讲，这个万类万物以人为首，人的头壳就好，会当发明着啦，炸弹啦、机枪啦，无咱人一个人较好，咧斗，咱人斗赢好袂？咱人斗赢使袂？其实一只衫来带，一只衫两三百公斤都大。一支手来包你嘛总对，使用迄个外强呢，你好咱外强你咁呢？你现在足强的呢，其实咱人一人一对，咱两人三个一只好，伊就无惊你好。所以咱人发明迄个枪呢，都可以方便的，伊无法度啊，伊就是无咱人刀啊，咱人咱用方法，咱来掠，咱来杀。所以呢，人叫做万物之源，所以呢，就关心。就是咧甲讲吼，咱常讲的，空中的花鸟类，含海底毛鱼啊，毛咱生的，鱼也有遐对不对？鱼啊，或者种对有生命的，拢涵盖空中花、地上走、地上木鸡啊、哦，即水底，哦，迄个啦，迄个哦，迄个鱼啊，迄种是卵生的吼。就胎息，胎息就是对咱的母亲的腹肚生出来的物件，如牛啦、羊啦，什么物件，屎啊，迄个屎嘛是应该猪巴肚生出来的吼，乌枪嘛是猪巴肚生出来的，龙啊嘛猪巴肚生出来的，咱人嘛是猪巴肚生出来的，这种叫做胎息，哦，胎就对腹肚才生出来的物件，哦，这个物件当中呢。来叫做肉湿就对水底，伫水底内面，会有湿气离开水上，生出了众生，迄个离水底咧生活，迄袂使离开水，完就对啦。鱼虾啊啦、螃蟹啦、丁类这拢离水生活这个习性。来就化生诶，哦，咱常讲嘛吼，这个化生就是讲。变化出来的物件，变化会当化。你想看迄种迄个蚕，我咧头路蚕，迄个蚕会变，会去变，迄种变化物件，用这个化学的物件啦吼，蚕类吼，比如你树仔顶咧叫，迄个蝉啊吼，伊就是化生出来的一种，哦，母亲毋是蝉，但是迄是虫为变，参像迄个啦。蚊啊，迄种变化，迄个虫变化出来。哦，你想讲较早咱咧饲的虫仔啦吼，你是毋是拢迄个叫做一只虫无？哦，虫变成蝴蝶到是安尼吼，蝴蝶它放卵，迄种是一种化生的物件吼。哦，所以哦，这个就是叫做啦，叫做有卵生、有胎生、有性生、有化生。这叫做欲界众生啦吼，有色有无色，哦，这叫做色界众生啦吼。按照身体来讲呢，伊就这个分别，即分做三界众生分做两大类啦吼。欲界众生，咱这欲界众生拢有色，你想空中咧飞鸟有色无？地上咧走的，这个。哦，这同有色有嘛？伫海底咧游的物件有色有嘛？伊拢有色，所以欲界众生啊拢有色，色界众生伊嘛有色，但是到无色界众生，伊就是受空无的注定，把迄个色身甲空调起，迄叫做无色界。
那安尼呢，三界就分这两大类啦吼。啊，所以呢，伫这两大类内底当中呢，吼，按伊的身体，即个色甲无色来分啦，欲界啦，欲界，我简单听啦吼，即世界欲望的这界内底当中啦吼，伫色界内底当中啦，哦，伫色心叫做色，无色界叫做无色，有分这些物件。欲有色，哦，一零一过来嘛，欲有色欲无色，欲有色欲无色，这个可以解释下来。到至欲界的，欲界的色界众生，而这个欲界的色界众生，有分做两块，拢有啥物啊？拢有心相、心想啦。按照心想，按照迄个心的思想来分啦，吼，内面有拢有个念头，平常拢拍一个放下。这个妄想，这拢是妄想心啦吼。这个欲有想，伊虽然讲伊是欲界众生，但是伊拢是想法，但是伊并伫这个想法内底当中，伊的迄个色，迄个欲有色有相，啊，到另外一种色就较无色，无色就讲你看到迄个形体较无，我比如来讲啦吼，灵魂有灵魂无？有灵魂无？但是灵魂有看到无？啊，你有相无？灵魂有相，伊有相啦。哦，灵魂有相，啊，无你才会去想。哦，有经常看到咱人安怎理解相？对你的不满，对你的感恩，迄毋是相来，是安怎想？迄就是有相甲无相，到迄种无相来，就是色相问题啊。色，即肉色里面存灵迄个相。所以咱讲心理的思想来分，心理拢有一个念头，平常大家讲，这叫做妄想，这叫做有想，欲无想，但是到外道的无想天内底有一个无想天，是在色界的第四象天的内底当中，有单天叫做无想天，而色界18天，而第四界第四天的叫无想天啦。哦，迄人依照这个，这个欲界、色界、迄有一个色界是18天，无色界有一个4天啦，但是欲界，欲界有一个上6天，有一个下4天啦，即欲界内底，所以除了外道的色界第4天啦。其他的众生拢有相啦，其他欲界众生更加有相所以因这个欲有相就无相，欲非有相非无相，这就是拢安尼一直分，而且分这有相无相，有形甲无形，有形就是讲有法嘅，无形就是讲迄个差不多迄个灵啦，较无法嘅，你个事实有迄物件有，但是你目睭无法，有定定安尼咱有。到有一个无相天的内底当中，有一个叫做空无边性，空无边处经，有一个性无边处经，有一个叫做无所有处经，到有一个非相处经，这个欲界色的，这个无色界的物件，有分这4天啦。这个4天呢，就是叫色无边处经，是行人掩蔽在外口的空气。伊是写去空气语言内在色，做到心意色无边的相应啦。咱人伫修行道内底当中，行人掩去了外口伊即个虚空的物件，但是伊写去虚空，而迄个因缘内在都生成即个色，绿色的色啦，迄个色就是有一个分别出来，做到心甲色。心甲色，伊虽然你写去迄个修学道内底掩去迄个虚空，毋过看较佫无物件，变成佫生倒来，佫生成迄个色，叫做心甲色。这个心甲色，本来修道是咧修到这个心了空，但是空了后，伊佫生倒来，这个色，这个色叫做色无。这部叫做色无边处经伊叫色无边处经，这是无相天的内底当中，
来就是咱无所有注定啦吼。应该第先有一个应该第先就是空无边注定啦吼。先有一个空无边注定，这是四重天的无色界。所以呢，因为空无边注天就是性无边注天、无所边注天、非想注天。即两三四，而无色界就分做这四天啦。这四天啊，伊就用来色界、无色界，伊成个观的这个处境，但是靠这个物件应该是拢想要要进入了迄个哪呢？落汉迄个意境。所以呢，而这个空无边注定，就是因为后壁即我有做者解释，空无边注定就是讲，你修行人的心。想出离幻中的色，叫做色蕴不尽的内容内底当中，有四下色相，而言变如虚空，而做甲心空无边处相应。所以咱人伫修行内底当中，想出足济离幻，离就是离开，幻就是即个烦恼的意思，用着想了伤济啦。色蕴不尽，色蕴就是讲修相形色，五蕴迄个蕴，迄个蕴内底当中，叫做哪个呢？叫做干净的物件，的物质，这个物件去甲脱掉咧啦，牢笼脱掉咧，有时要写迄个相，而言无边虚空，你写的毋管迄个言无边虚空，无空无色，做到因为要做到心与空，心要做到这个心与空无边之间的相应。毋过这个心，咱知影，这个心毋是遐简单，要做到空无边之间。毋过呢，伊会做到这个空怎啊移调咧？怎样去照着伊的思想要甲移调咧？就差一讲，迄个石头要甲迄个草要无调咧。伊用着这种方式，所以要到心甲空无边之间。讲到色，而且当中就是形体点去外在的虚空，哇！一直修到尾啊，你根本拢无啊。但是呢，因为伊写去这个虚空沿内在色，要攀岩到出来咱内底迄个色理性的色，咱的色理攀岩讲敢有清净，无清净。伊嘛知影要修到要自在，但是伊毋知影要自在，就参照咱过去咧作品讲，规形有迄个五轮有机量，流转必思想。对应心不起菩提，明了。对应我无论有机了，我有方法。灵观就是对应，而境内底，对应心不起，我有物件无不起，但是我的菩提是咧明了。毋过呢，这就是讲这个是一波工。我嘛知讲，我毋爱互我的思想了解，我嘛毋爱互我的心甲迄色，我本来要修空，但毋有色个迄个意识的色个来干扰，所以迄个内底当中，我要用着我一个方法来移调，差不多意思。但是移调里面，即种的修学道，这是属于外道修学。立作比如讲，我规定无力量。我嘛不断的思想，我对应心所起，菩提怎么着？这个解释是讲，我甲作为我修到这意境足注的意境，我嘛免用什么方法啦吼，譬如像咱过去，咱的佛教为修，爱坐禅坐或什么，这个一心不乱啦吼，毋着讲要念经了，然后迄个这个观想啦吼，为观想啦吼，为持平啦吼，为那推顶啦，就是这个物件上经方法，就是要互我迄个自信中用着这个方法，会当去合乎我迄个思想，唔通继续了解。其实这种是一个方法，就参照咱经验的当中，因为这空无边注定，色无边注定，色无边注定，就是我要互伊定啦。但是我嘛知这色。是一个分辨的意识，但是
后壁这个中一个吼，这个先业验去外在幸福，下戏曲一下一个外口一空，伊袂使写，因为手到尾来怎看无连听无，不得都写得倒来，搁家己一个写，毋是真正纯粹你家己如果无执着的迄个意见，足自在，就是参像我讲，我今仔是咧困，我是爱困了困，甲自动困了袂相共哦。只爱困了困，就是你用一个物件，你困袂去嘛。我讲一个爱困了硬，结果心里无困的，但是这愈写愈难。唔可能，你若家己的功夫修到，你家己真正身体健康，你无受到一切，唔免食药，唔免做一切各个处理啊，迄个功夫还是真正自在。唔可能以前两种的修模式，就是早讲咧修互伊较，但是较更更加，到尾家己无信心，但是佫写得倒来，原来在想，但是这毋是真正，你达到了真空，达到有迄个意见啦吼。